继续关心美国的联邦参议院是通过美国驻中国大使馆人事案，确定会由前乔治亚州共和党籍参议员帕杜代表美国派驻去中国。帕杜是表示，伊有和美国总统川普讨论过，要安怎阻挡中国拍台湾。伊嘛强调，伊会确保讲，互北京了解美国对台湾的承诺。伊嘛讲到，两岸局势一定要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。目前75岁的帕杜捌伫做参议员任内，伊是正关心台美安全合作议题。2018年的时，伊嘛捌来台湾访问，嘛有甲当时咱的总统蔡英文见过面。The nomination is confirmed. 以67票赞成、29票反对，美国联邦参议院通过驻中国大使人事案，确定由前交伫亚洲共和党籍参议员帕杜派驻中国。因那帕杜伫进前的人事听证会上，也伫安怎合作中国侵犯台湾，讲出答复。Senator, that's a great question. It's one that I've had personal conversation with President Trump about. I think we have to make sure they are very clear about what our commitment is. There cannot be a misunderstanding about what is important to us. And what's important to the United States is a peaceful resolution of this situation in a cross-strait relationship. 帕杜讲会遵循川普提倡的美国优先政策，伫对中关系上采取坚定立场，并且以有利、超越党派甲战略性方式应对中国。其实现年75岁帕杜，伊的经历环看政商界，捌做过零售商家、体育用品企业的高阶主管，有40年国际商业的经验，更加伫香港甲新加坡生活真侪年。2015年，伊毋捌参政的新人当选参议员，任内关注台美安全合作议题，并且最拜联署支持台湾国际参与。2018年更加造访台湾，拜见当时的总统蔡英文。The current political, economic, military environment that you're dealing with, we share some of the same problems. 我觉得他的第一首要之务了，还是传达美国的这个声音，表达美国的立场，代表美国的利益。那同时，可能是在目前的美中比较复杂状况之下，可能扮演某种程度的桥梁。对着中共对台文攻武吓，国际朋友继续来赞声。这期参议院最近通过决议案，反对中方对连台第275号决议的错误解说，搁再讲到支持台湾有意义参与国际组织。另外有108位参众议员参加的波兰国会普台国会小组联合声明也指出，中国错误解说275号决议内容，支持台湾国际参与甲台海和平稳定，并且呼吁波兰公司部门甲台湾建立建设性的伙伴关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